星星。好。哎，想请问一下，哇，这个是多久以前做的杂皮外？这是我爸爸留下来的。哇，那几年了？这是保留。好久了。哦。 30几年了。哦，30岁了。爸爸还在。爸爸还在的时候，好。那请教一下星星哈，今天我要问的是，这个杂皮外是我们阿密斯的吗？我们阿密桑古尼娜，它的功能是什么？它要用在哪里？我们阿密斯古尼，因为以前熬过公鸡打赛，他们就用，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构想出来的，但是麻烦他在他们搞一，就高就是搞一，就像那个打不过一样，就他们开始做，做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方法就是，masangan ko ni kawit tao sabi nga to una pisanga to ni kongchi 主要是说海记你Bakrang海记海边河边Bakrang那个嘛结婚那个落船那个mapatayay那个嘛那什么个了嘛安排那个个嘛Bakrang 主要的工具就是哦，主要的功能工具不你主要的工具功能，它的功能就是方便。方便。因为带很多东西方便，只带这个东西就可以。比较小。哦。我们马来你那我们马来啦，只有能抓到乌龟鱼还是小鱼？你啊附近啊，这些还有这个有小鱼。小鱼。阿罗也咋？阿罗哈拉。哈拉。啊都阿发。阿发。Karang。对呀，那个。那个小虾。小虾。那个。小鱼、大鱼、中。苍蝇的阿罗。啊，苍蝇的阿罗，马来啦。阿罗啊，在不呢哩，不能用在海边。海边可以。海边也可以啊。海边用在哪里？杜鱼。也附近。哦，比较好。可是毒鱼那么宽一个海边。那个。小。因为毒鱼不是海边是一块一块的呀，里面哎哦。而且你毒鱼不给它打死。不能打死。差不多。几分醉，几分晕就可以。就要捞了啊。这个它就要捞，最方便。它的功能就是这个。因为我们用手抓不到。一定要用这个，那个套。哦。那个功能力啦。都工具。比较温度的大富贵率，它有什么差别？大富贵是到档案附近。很深的大富贵会丢，这个是浅的地方。是哦，这个是浅的，大富贵是深的。对。哦，浅的地方跟深的地方。它抓颜色就是把这个放在下面，就这样，因为把石头这样弄开，这样。石头这样挖一挖。他要踩那个。就一定要这样。要踩。摇下来。阿公。对。那小心呢。这样子咯。就这样，把那个石头弄开，接着让它移下来。要不要人帮忙？不用啊。不用我自己哦。这样啊，然后这样。哦。有鱼就刚到把它安了。把它安这样。随时随地。对。随时随地，那一天的话可以满吗？不用一天啊。很多鱼的话会啊。不用一天。不用一天哦。以前也1个小时就满了。以前也很多。以前没有破坏大自然的时候。没有破坏。就很多鱼。好，谢谢。那个为什么阿美族很喜欢用杜尼呢？因为很方便而已吗？也很好勾吗？来，杜尼根很好勾。很好勾啊。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方便，就是很难，因为那个洞很小。大的那个鱼就会跑掉。只有小鱼。洞一定要小小的。你会动到石头，它就会跑掉。这种鱼就可以拿到。明明啊，今年子。还有大的都可以拿到。都可以拿到，看你的技术啊，你。对呀。石头要翻过来，它就有了哈。新新鲜的就可以煮了。放在。
因为那早上你所以到中午很多吗？还是1-2个小时就好了？有，不用那么久哦。以前没有冰箱啊，那你不能拿马上煮完。拿一餐因为就好了。我们阿妹是带回来就叫法律，哦，还要请房契哦。对对，自己家属。只要那个爸爸阿公是在法律。沙卡古伊那煮那个糯米，然后。所以还不能自己吃哦，还要请分享。分享哦，阿密的生活就是分享。因为自己吃也不好吃，那很多人不是随便有的。哦，是哦。不是天天有。不是常常有。那我想吃不能随便去拿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问题是你拿一定要分享给法律，尊敬老人家的。尊敬老人家这个意思哦。是哦。哎，就这样。这个就是很高级的菜。对。好。所以阿弥陀好的地方在这里。那个八卦网跟那个三角网，你为什么那个呀？大佛棍不是我们阿弥的，好像有台湾其实大佛棍也是我们阿弥传统下来的。是吗？我们学他们吗？还是他们学我们？没有，他们学我们的。啊，他们学我们的。丰年祭一定要有大佛棍。啊，是吗？因为我们是。靠海边。你把古摩利斯。都会用到。古摩利斯。古摩利就是男生去抓鱼。哦，男生去抓鱼。大河给它挡住，那个河就减少，可是也很慎重，只要一定要用八卦网。八卦网。抓那个鱼就是比这个大。哎呦，不合嘛。比腿还要大。不大给它。然后有。哦，是。国宝鱼。国宝鱼。对。可是我们常常听到大佛棍，我们阿弥斯爱是干咩？我们也是阿弥斯。之后，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那个线。哦，没有线。白浪就用那个机器。哦。做那个。很聪明的买会。做那个八卦网。我们就买了。是哦。我们就买。现在12尺的大佛棍，也120，也1200块。哦，是哦。越长越贵，而且你很细这么小的洞的话更贵，是哦，价钱不一样。越小越贵。对，那个洞越小越贵，因为它很密。你们三阿图尼为什么要三角呢？不能远远的吗？这个阿弥，这个阿巴对的啦。哦，这就是五样。主要是这一段要平哦。所以脚要踏在要踩。就三角才做三角形。如果远远我们不能动，会被挡住，所以上去。所以我一直想说，老人很有智慧。对呀。怎么用它？他都知道。那你爸爸带你去的时候，还是反正按你来意思。我讲一个故事啊，我国小的时候就开始，我的爸爸，他就拿这个，他会拿这个，我就知道爸爸要去拽。我就到部落的你拿那个阿公，你拿那个不必把一定要小心，哎。我爸爸给我先看，我就知道今天要去河边，那我就带书包在部落的出口，我在那边等我爸爸，不去学校，就这样。哦，你喜欢去抓鱼哦。然后从小我就被学到怎么抓鱼。哦，你功夫。而且我有那个兴趣抓鱼。你喜欢抓鱼哦，男生就是比较喜欢抓鱼哦。到现在，因为爸爸这样培养我才喜欢。反正呢，这个没抓鱼，女生不行哦。不能哦，为什么？其实女生比较不像。不交给女人。哦，不交给女人。不交给女生。哦，不交女生，一定要男生。男人的工作。哦，你会讲哦。女生是用在什么时候？哦，好啊。好，这个都。这个三角网鱼类做什么使用，你都教了嘛哈？如何做？你在部落，你的谁会做？部落的老人家都会做。老人家只要男生哦。对。女生都不会做。会。也会哦。有学会。有兴趣的女生。他会做。哦，有兴趣的。也会去学做。我做巴卡龙案的时候，老人家都到聚会的时候，他们就做这个。教就是。所以中午我们要去。拿菜，去野外拿菜给老人家吃。他们在家里，他们在聚会一直过着。
主要我们阿密还有报告啊，阿密主要就是工具，就是一定要在以外这个三角网，这不能没有，这因为个不能没有，因为这个是我们要靠这个来生活。靠这个来生活。哦。为什么？你说半个小时、2个小时就很方便就去。还。稍微打灯具。以前也太多了。对呀，以前不像现在已经没有。想要吃新鲜的，随处可是现在被风息，风息有。就得很多。对呀，很多那个保留的，那个嘛啦，保育类，不能随便抓，还被抓呢，还要罚金，还要罚很贵呢。其实我们以前那是我们的生存的那个主要的食物。可是现在生活就你说保育类，我没有鱼啦，被毒死了。不能生活。哦。那这个东西。那就这个就不能用啦，就给它当装饰品啦。留下来，我还是把它留下来。哦，这是古董。40岁。我现在还可以去抓。还可以抓哈。小鱼可以抓。大鱼不能抓还可以了。不能毒鱼了哈。对，不能。拿一点点可以。我们是拿那个。这一段要切掉哦，不然会有证据。不会，因为不会哦。警察看我们抓的是小小。哦，没有关系，再来。这样的都没有关系啦。这样。好。那个你320年的没有禁忌吗？有禁忌你来没有啦，没有。就是女生啊，禁忌叫百姓哦。哎，百姓禁忌。百姓都不过。百姓都不过。因为哦。那么把大家都会使用，都可以去抓鱼哦。18竿都大概呀。阿鲁玛奈。只要我们想要吃，有啥灯也都一定要用到这个就去。对。大部分都是摆男好，当然都是男生去抓。当然家里有么把大家也不好意思去拿。就是别人旁边的。邻居会去帮忙。邻居会帮忙嘛哈，都是很热心的。我们家人不会出去。家人都不会去就对了。好，再来有米莎玛多尼呢？你事前的准备哪些材料？材料呢？材料。来，我们讲到材料。第一个是我们老人就会种那个。种。葛柳。葛柳会种葛柳。麻绳啊，什么绳啊，对。长大以后砍。对。要晒。山那边都有。没有，先剥。先剥。那个皮先剥。皮先剥掉。然后给它打。然后晒。还要晒。你不打它干就不好打。要先还在。剥以后马上打。马上打，全部给它打。有材料的你呢？哦。然后晒后就湿。就一个一个赶热。它就会一条一条线，不是吗？就不会断掉了，对，还要这样啊，还要这样。对。现在牧师的衣服也是那个这样的。哦，一样的材质。弄的。就马线。一定要用马线做这个嘛，对呀。比较耐。比较耐。这个如果30年前到现在40年还是会断。还是在呀，没有断啊。潮湿了马上晒。潮湿要晒。就不要给它烂。恢复原来的线。那如果你用完了，你就晾干，不用晒太阳哦。去抓以后。可以啦，晒太阳。是哦，那么耐哦。不要太久。是哦，这样子干了就好收了。你收藏一转说，等于是一客厅的量，你差不多就可以了，不要潮湿。我们平常都是家里都外面挂上去。只要保护它，不要给它破。不要让它烂。如果破了，反正也要吹风哦。补啊。一样。是哦。那缝补就看不出来那个洞在哪里啊。它封好。会做的人就看出来了。它的工具。还要画。还要画哦，我们做不到呢。哎呀。那个很珍贵呢。那个是。就是铁钉。小皮条这样。要挂起来。那是木头，然后那个线在那边一直给它滚，一直给它滚厚。小高位。钩子，它是钩那个线的。这样而已。是哦。这是木头，然后这边是铁钉，
给它打，嗯，那个铁钉的那个角，那个扁的地方勾那个周围它的钩子，没有是这样。没有看过那实际的，可能你要看那实物如果教我们。很早讲，我会做啊，出来，是哦，对没关系，那下一堂课。这样勾出来。抓鱼的时候，下次实地抓鱼再来，对对顺便一起。我破了怎么办啊？你就现场勾啊。对，好，再来就是步骤，你来，女生还先勾这个吗？先勾好，对对，先做那个先线，线，先先捆线，你慢行，干了，干了，嗯，要很厚，后大力，大力做材料。不过还要重新做，哦。先做那个那个才会加线，先第一个步骤，步骤。有了东西才可以开始勾。对啊，就是麻。勾的时候跟那个德国过去一样，从这边开始勾。从它的脚这边哦。里面尖尖的地方，哦，这个地方底它的底，从这对，边你看有没有？好，一定还还它是这个一直挂在那个挂在墙壁上那边，然后嘛。一直勾啊，一直会打，一直打。那个是怎么要勾是三角吗？啊，三角形吗？古拉比勾还对啊是几条？第一个几？它会做圆圆的，哦，是圆圆的，它的原理是圆的。然后这边拉的时候它就拉的时候就三角了，是哦。然后这边你看，做三角的它做三角它自动会下来啊，哎，所以把上面的做成三角圆圆这，样一直圆圆。其实它是圆形做的，圆形的。对，是哦。哎，你把那个点变三角，哦，是哦。嗯，它勾的时候是圆的哦。对，绑的时候是三角哦。三角，哎，是哦，哎呦。照做那个，哦，你要做的时候要叫我一个一个看。好啊，一起做啊，啊，煮了，你那很简单呐，就这个，然后再。你要有耐心做嘞就这，么大，从第二3个月差不多还这样就3个月哦，每天哦。每一个洞那个一排那个都要弄很久哎，有空就做。啊，有空就做。反正我是会喊慢西山回慢的。来就做。业余的时间你独立蛮好，现在每次以前没有电视。平均3个月。对呀， 3个月哦。左右会哦，难做。怪那么贵。你嘿，的凹哩要特别选吗？好还是了很简单那个。它会不会破？这个换几次了？那个没有换红的贵族，好的贵族。回去留下来，从我爸爸一直。这个呢？对哎，呀。这么久哦。这么久啊，没有弄坏就不会坏呀。贵族都那么耐哦。哦，那这个是贵族。贵族不是红的，还红的，比较老的就红比较老气的啦。对，像这个很嫩的就很会。还要晒。还要处理吗？还要晒干。晒干。对。哦，你是到现在还没有变啊。是哦，哇，真会哦，他这里也是做得很好的。对啊。哇，这个不能借人家的，不行借。就还等了。人家借只能你自己用啦。这个外面。外，藤条，还要加藤条。很耐用，你看。很耐用，对。藤心。哇，是哦，差不多要花3到4个月，然后就是一般的时间。一般的时间了。哦。如果每天做，差不多。很快就做完了。1个半月就好了。1-2个礼拜就可以做完了。因为不可能你做一个就做好几年，不可能做好几个，有1-2个就很多了哈。自己有要用。如果你生5个儿子，也要做5个吗？不用。不一定全部去啊。哦，还要不只要有1-2个，1-2个就好。啊，有没有做很大的？有的是一个是打不过的，一个是在里外2个都。他们都分开啊。哦。不是一起都带着。所以有2-3个人去在里外，2个人去打不过。有的打不过他，对。不会是一起做。不会一起去抓。啊，那个米三啊，米三啊，在家里还是在石壁那边？通常你在。大部分在石壁。石壁就是聚会所。那个新上年会给他们吃饭啊。哦。马拉好说有人煮饭。以前啊，以前是这样。马拉好。不担心吃饭。啊，现在呢，你就在家里做就好了。家里做。我看到我爸爸以前都在家里，我看到他，我还有他的照片，那就你勾啊。小时候真的不会去想呢，啊，去学不会呢。反正那个是爸爸自己的没事做。现在才想到说。哎呀，都不跟他学。为什么当时不学？很可惜哦。现在还要来问，如果会做的话就不用。我的。好，
再来，米莎拉给它制作的时候，我们过来工具呢有哪些要准备？工具就是工具。个你用画的看不出来，用讲的是什么？三角木头。要自己买吗？还是自己做？自己做。三角木头。对啊。你还要制作工具呢。像那个什么。哎。扁扁的，我看到是扁扁的。陀螺一样，那样的那个形状。陀螺那种形状哦。对，陀螺。可是陀螺圆圆的怎么够？中间不一样。把这个，就是我刚才讲的。还要把这个。绳子就绑在那边，然后这个锅里。原来是还要捆在那个陀螺那边。对。然后捆很大，然后就这样。对。是哦，它是捆在这里，然后这样勾。捆在陀螺那边的。然后这样，然后线。陀螺给它抓着，安在，一直放。所以以前的老人都很聪明本来什么道理？还要想一下。我锅子可以做，也是一样。一样的做法。但是它很细。它比较细。它这个马达比较小。图案变是很小。哦。你看。八卦碗的你会做，这个太小了。你看，这么小，老人家是眼睛。很好的时候才会做。因为以前的老人家不会近视啊。对呀。眼睛很好。他们的眼睛很好。而且它勾得很整齐呢，知道尺寸。厉害！从这边小一直大。他都要用竹子啦，他会削竹子，大概怎么多厚？他一定要测量啊，我做到哪里够了这个3号，他有计算方法吗？有。他有计算方法。他拿上来吼，高度差不多可以用。来多少？就停下。可能也是做很多 NG 的哦，以前太长也不行啊。对呀，太长也不行。有测试过了。太长就会很大。哦。就会很大。就很不方便。刚刚好就好了。可能有脚可以量得到我的脚膝盖就，可能有那个方法。越大那个水冲的时候很强，很累。危险哈。很累。有可以勾就好了。上面用腿挡嘛，下面是用脚踏。左脚踏。上面是用一定要用左脚。对，左脚踩。就好。因为右手，这样放嘛，河是这样下来的哈，就有放在这边，左脚踩，就不要动它了，你看。竹子挡在一个腿那边。动那个石头，那个鱼就下来了。哦，是这样的方法哦。是啊。左脚踩啊，左脚。这是什么威力？你有5、6条就已经一个高的了。是，直接放在网。对。好，那个材料，现在选择你那里一定是要马嘛吼，别的不行。对。别的6都不行。别的会很容易的，然后断，会烂掉。很容易烂掉。而且有的是比较硬，就勾不方便。是啊。只有麻线只能做在外。现在不是市面上也有卖，豆腐骨啦，一般的线麻呀。可以啊。也可以，会不会很久？耐用跟有什么差别？那个麻绳有差别，对。你会照顾。都一样，都可以。都可以。只要你要保护它。现在卖的绳子也可以。也可以哦，也是一样。你会不会保养它？保养它。是，马丁内利线你可以吗？可是这个太细了哈，一般是胶线。不好勾哈，这个是机器做的。对。这个就是除了传统。还，这个是阿米上是传统，然后放狗蛋骨了还。狗蛋就是对。手工做。如果要买的话，一个多少钱？很贵。因为它也算时间了。时间哈，你预估多少？要不要3000？差不多了。如果有一般部落的人在卖，没有买过，都自己的话传统。对啊，爸爸以前几10年前做的来福也没有破，可是要保管。会用的。如果你生锈了也是会嘛，不然哎呦，日风。去河边回来马上晒。哦，马上。半天。好，你给它好。好。这样子。那你觉得很实用就对了，那你好好。我到现在还在用。
然后传承给你的也不会孙啊，那么累。然后传承给阿旺啊。要教啊，要教孩子啊。你要带他们去啊！你有没有带过他们去那边？有。我那个属那也有。那以后我们的青少年，我麻们大部烦不是分把他们爱一个一个教哦，对，教会是青少年我们去都不会。变了，要带教变赛，生的孩。对对。这实际看到实际看看到他们也很高兴。真的啊，小孩子很喜欢读佛经，最后一个也高兴了。开心。所以有一次我带那学生嘛，大学生啊，那个联营的，那个小爱的，小爱的，不然哦。不然老师不上肯，次的啦。老师不肯，嗯。他说哦。学生教变成危险。他说你一个人带，不行，那么多要很多人呐。我就有3个学生，可能有5个大人哦。哦，不用了，很危险的，也是不能。要带的就很多大人，老师要一个一个带下去，安全呐。别人的孩子，现在的孩子示范可以看一下，然后做的时候就要现场2个人，一个老师看2个。对。啊，下次有机会。他们抓他一定会喊。对呀，一定要实际操作才会，用讲的没有办法体验。对。下次有体验课就麻烦你请去。谢谢好阿赖，很开心呢，今天学到很多。可以了。还要补充的。